同款是屏东的消息，屏东科技大学明祥体育馆头前，昨下晡是有18岁学生骑车弄到分隔岛，学校赶紧甲人送病院，有关是救无转来。其实屏科大不时就有学生来出车祸，这2年就有3个人死亡。骑机车的查甫囡仔转弯的时阵，愈来愈挖近道边的树仔，弄到分隔岛了后，倒落唔知人。车祸地点是伫学校明祥体育馆前，下晡4点外，今年大学1年级4区的男大学生骑车经过石路，撞医了后也是死亡。我昨天上课的时候就听到外面有救护车，然后我下课的时候看到这边就这边就站很多人。屏东科技大学校园内体育馆前学府路发生一件学生骑机车不慎自摔案，详细自摔原因调查中。学校讲，拄入学的新生拢有用讲座的方式宣导行车安全。校方内底定定发生事故的地点，嘛要甲当地警方会勘进行道路改善。开学的时候就对学生做交通安全的宣导，包括讲座，包括机车驾驶训练，特别对大一的新生。初二早起，中华现场有看到事故地点周围有提醒学生囡仔减速的标记。学生囡仔认为车祸这么多，主要是车速伤紧。就是要慢慢骑啊，然后过弯也要小心，要看一下左右来车这样子。老师，学校跟你们讲了？有，学校已经有通知了。屏科大校地将近300公顷，真宽，所以开放予学生囡仔伫校内骑机车。不过车祸的事故嘛真多。今年4月，学校附近车路发生学生囡仔去压到转弯车不幸死亡。2年前嘛，伫体育馆前发生过学生囡仔家己失事。统计将近2年，车祸至少夺走3个屏科大的学生囡仔性命。警方嘛提醒，无论是校园内外，骑机车爱遵守速度限制，维护别人也甲家己的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